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中国国台办今日向强宣布，进口台湾的酸药有检出病虫害，也宣布讲对即马开始停止进口。早起，德鲁古自强河驶过花莲嘉明路段时阵，说予一台驾酒赛车轿车弄甲猫落去，这个轿车这个事主呢也送办了。这诈骗集团乖少年人做共犯伫新北大北路掠着体，诈骗集团领钱过手共犯，其中一位阁是护专学生。中国国台办今日向强宣布，进口台湾的酸药有检出病虫害，宣布对即马开始停止进口。面对中国大家拢无沟通，就切断无益，咱的农业部是表示遗憾，也呼吁中国就要赶紧进行技术对话，找出合理的解决方式。台南市长黄伟天2个月进前才欢喜宣布，酸药外销量继续成长，有希望超过4000吨。新华社传出中国国台办一一表示，为台湾酸药当中验出叫做大洋吞魂粉介固醇，即马开始暂停酸药输入中国，互农民才生气。迄用你讲的，借口从你若有外销的物件就了，你有经过消毒，有叫啥物拢白。根据农业部统计，今年外销日韩甲香港、中国等地酸药占总产量的2.2%，外销中国部分不到0.5%，差不多是938吨，其中高雄只占25吨，屏东180吨，虽然占比无大，而且产贵就要买啊。不过农民有万烦恼，影响明年的外销，可能会影响到外销的不稳定。占的这个比例事实上也还算不多。所以整个来说的话，对市场的这个影响，应该是不大哈。种酸药上济台南外销中国初估至少700吨，市长黄伟天表示遗憾，话声政治归政治，产业归产业。希望到这个产季到的时候，大家都能够这个解决掉所谓的检疫问题，解决掉所谓的这个贸易问题。中国2021甲2022拢捌公布相片，或者是大方面讲，为台湾设计染布伽马类，表面有检出固醇。农业部表示，中国每一摆无符合国际惯例，无经过对话，凊彩中断贸易，会继续透过相片管道，呼吁中国赶紧甲台湾进行技术对话，寻求合理解决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中国解放军一直在台海附近进行联合演训，中军事部长看到解放军的电侦舰出现在咱东部外海，有专家是认为讲，这有可能是台湾的雄升飞弹。这消息一出来，解放军来这是要收集证据的。另外，中国解放军搁再放出影片，讲因着亲像马祖共款伫咧守护，咱的国军也共款用影片来甲因反制。军舰经过东部外海，详细看，南顶过海说是5星期，这是军事部礼拜日看到一只强舰出现伫宜兰乌石片东南东方，也毋过无拢伫咱国24里临江区。根据舷号798判断是中共825 A 型电子侦察舰，玉形成虎。专家分析，国军进前才头一摆公布雄升飞弹系统，强舰目的就是想要监听国军电子兵谱。很明显它的功用就是收集就是台湾军方的所谓的讯机情报，只要经过空中传播的一些电磁波，都有可能被这艘监听船所接听到。专家表示，强舰以自由航行名义从事监听工作，各国拢真歹反制。国军也只当派遣大型舰艇伴随监控。强军除了透过军事行动吓压台湾，也用宣传战对台文讲，强军东部战区20日发布底片，讲家己是马祖守护神。国军2日也发布影片反制。两岸引起马祖形象文攻战，学者表示，经营舆论战场也真重要。除了实际上的一个军舰或战机，我们的调动兵力调动之外，我们也需要去经营到这块虚拟的一个战场。那虚拟的战场的话，就是透过拍片的方式来做到一个文宣的效果，那也是在因应中共的认知战。但国民是建议伫民间信仰的文攻战，会当用宗教和平，利用冷性基调反击。无定到会当互强军宣传达到反效果。记者综合报道。
代替数01车自德鲁古自强号早起6点多上北，伫咧花莲嘉宾路段的时阵，互一台冲入去铁轨路轿车撞到，造成第30个车厢过冒气，是跋倒继续驶。也那火车顶头旅客是平安无代志。一个驶轿车的驾驶又食酒驶车，酒测值也超过标准。这件事故目前也搁伫咧调查。不过，这个嫌犯也互警方依照公共危险罪危险送地检署侦办。监视器画面翕到，代替数01次泰罗高地车，当经过平高度，突然一台白色轿车冲向铁轨路，直接弄掉列车车厢，车头全毁。有民众看到，赶紧走去将驾驶救出来。啊，为什么要闯？奇怪，好吓人，撞得那么严重，听到声音我也吓一跳。初步了解哈，我们的这一辆轿车是撞到401的第3车的左右，然后就造成列车无法行驶。出代志的驾驶大约20多岁，防救出来了后也会当行。伊讲昨暗有啉酒，醒过来要去买早顿，刷光行动入平高道，那伊的酒测值达到0.3毫克。狂越撞击台铁401车次自强号，那驾驶轻伤，那个有酒精反应。那后续我们将依公共危险罪来侦办。事故原因也有待调查，只是查甫人驶车这一路，造成泰鲁高列车第340车厢冒落去，列车驾驶发现车辆异常，失去动力，赶紧查看。那代替也为花莲派出普悠马号告场，专接车顶的307位旅客。停在这边已经停1个半小时了，就包括换车。那车内都没有广播什么样的原因吗？都没跟你们讲吗？没有。部分民众即期代替的处理状况，一台列车慢分120多分钟，也毋过好在在列车旅客拢无人受伤。代替表示，列车受损的情况、损失金额，也有事故确实的原因，拢也需要进一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有轿车撞入去这铁轨路，造成一个德鲁古自强号的损害。事实上，这款案件一再发生。在2003年，新北市某一间国中，引起毕业旅行发生游览车撞火车的事件，造成4个人死亡，37个人轻重伤。另外，在2012年的这桃园埔心边高道事故，也有顶年的德鲁古自强号败北意外，拢互代替火车受损真严重。这套赔偿金额拢有上亿，甚至有一寡金额根本就讨无。第2021年清明连假第一天，不少民众坐代替泰鲁过户，经过清水泵坑前，弄到施作工程的工程车，致使49个人死亡，213个人轻重伤。代志发生了后，代替为去年开始，伫全台湾7个所在建立电子辅助瞭望员，另外伫工地800公尺范围内协助感应往来列车，发动警示，望莫发生事故。因为真的是人看到，但是整个系统去看到的时候，它有办法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有效的确认，就不会误报。否则误报的情况很多的时候，也会产生问题。专家建议设立警示系统前，一定要演练，才袂发生误判影响运作。只是代替过去几年重大事故，除了物件落到铁轨路，敢若边高道的事故嘛袂少。2003年，新北市某一个国中发生毕业旅行的游览车，因为拖车挡路弄到电联车，迄个时阵代替求偿将近762万。09年代替伫2012年埔心边高道，也互弄边高道的山石车弄到，造成代替设备严重损坏，提出将近2.1亿的赔偿金，不过到尾啊，求偿金额偌济，代替也未回应。专家建议，若做边高道高架化还是地下化，无定当避免事故。因为不止平交道，有一些路线上面的民众，他也会利用空地的地方种小菜啦，自己做高架上面哦，他们就比较没有。不可能会上来的情况下，其实在高架上面里面来讲，当驾驶人员里面哦，是确实啊是有比较安心的一点啦。台湾铁路工会表示，要避免发生弄边高道的事故，上界重要也是爱挖靠民众守法。若无，就算强化热长高，也是重罚违规的民众，恐惊拢也是无法度避免事故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县政府对面的县政设计一个建案工地，今早起呢是有车路崩塌，县政府已经下令这建案要暂时停工，也依法给处分。会勘了后，才有可能是这建案工地闸水装无密，才会让这土石啊流去，加上这水道水管破去，才会造成车路崩塌的意外。
台北市关键7个日夜发生大片道路崩塌，现场充满加速味，相关单位已经封锁这个路段，避免灾害扩大。新竹县县长尤文科到场勘查，除了下令建案停工，也会依法处分。工地的施工造成这个瓦斯管线跟自来水管线的断裂，那我们也立即请水公司跟瓦斯公司已经把它源头把它关住，不会有瓦斯外泄跟这个水这个溢流的情形。这次的这个问题，它主要是那个自来水管嘛，所以这个爆掉的压力那个压力把这个土壤就冲进去，这些土才流失掉了。这摆发生落基崩塌的意外4号位住户怀疑是建商桥头地下水造成的，对此建设公司否认，也毋过坦白讲会造成道路崩塌，可能是技术起啦做了无够完善加上，连一大雨造成落基洪沟坑。有可能是我们底下的7GP 止水桩做的并没有很完善，然后可能有一些孔洞，这20几天都是豪大雨然后水就把地下的这个沙有点带出来。李长表示，这个区域是头一摆出现安尼大规模道路崩塌，附近的居民拢真烦恼。周边住户有强烈的建议，希望县府可以针对这部分公安上做严格的这个监督啦。会希望就是尽快的跟建商召开说明会。然后他们提出他们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提出我们的诉求。建设公司也同意由第三方公证单位做检测，同时会伫边仔大楼设置气射仪，确保4号位大楼未有下陷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是小连续3天发生车路崩塌的情形，伫艋舺区昆明街320巷，昨夜发生崩塌的意外。加在这崩的地点呢，是伫咧工地范围内，无影响到民众安全甲通车。初步判断，有可能是落大雨落几落天，这土质变松才会发生路面崩塌事件。市政府也表示讲，会针对这崩落去的问题进行整体检查。工程人员加紧施工进度，艋舺区昆明街320巷发生路面崩塌的状况，长3公尺，宽2公尺，深度1.5公尺，大约一台汽车车身大小。好在崩塌的部分位伫工地范围内，无影响民众安全甲通车。崩下来的时候是那个雨很大的时候，车子崩下去啊。我是觉得建商的心态比较有问题，因为我第一时间看到负责人的时候，他跟我说。这就落大雨啊！地基头讲这也无立即危险啊，无啥物啊。针对昆明街崩塌的部分，监管处表示，查明电线壁并无涉水破损的情况，较有可能是因为连日大雨造成土质松动，才发生整体事件。杨国北市连续3日发生路面崩塌状况，先是8月18，南港区南港路3段，所来是8月19，中山区民生东路2段，8月20，艋舺区昆明街也发生崩塌。议员认为，短短时间发生几啊件的崩塌意外，道路品质让人烦恼，批评市府方便行事，无顾到公共安全。今天可能还会再做一些透地雷达，然后再评估看看目前的道路状况，然后才会决定可以通车的时间。这样子的坑洞案件，根据新工处的统计，平均1年会有65件。长期的巡检跟对这个相关问题的重视，才能够做好平常结构性的防堵。市府也进一步表示，所落来会请新工处、卫工处、水利处共同透过跨单位体检的方式做上好的处理，也会统计道路巡查历史资料，针对路面重复发生不明环境启动做重点巡查。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过后，国际航班是接续恢复。统计到2023年呢，这顶半年客运量有1516万人次，比疫情进前已经恢复62%咯。不过，就技术发现讲，最近这桃园机场的骨行道可能是雨上过大，这路面逼开，一寡土壤就安尼泄出来。也烦恼讲，这寡土壤会对飞行机的设备造成伤害，目前是有先放起来维修啊。航机慢慢叮当，准备停靠塔台指示起飞，详细看黄色飘线出行道部分所在涉水较白，这是翻修完的所在。最近有技术为航务通告内底发现 S9甲 S10出行道部分所在方便整修，好亲像最近雨水伤大，涉水破去，烦恼会阁亲像较早喷土梅果仔的代志。
不见得有马上立即的伤害，可是长期以来，你看这些泥水溅到引擎里面，溅到轮舱里面，在跑道这样滚行的时候，其实它速度是很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有一些影响？这个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对这代志，通机场公司是讲，是挖进跑道有局部性材料老化破损，致使铺面无平，已经伫第一时间修理好，并无影响航班起降作业。通机场空测区目前原来有磁行道停机坪，这工程伫进行，少部分也未整建的磁行道损害风险较悬，若有小范围需要维护，拢会安排伫暗时定期维护时段完成。那我们趁着这个疫情期间，在108跟109把北跑道跟南跑道都修好了。后续我会再了解一下，它所指的是指哪一个方面的，或是地点在哪一个地方哈。其实，伫2018年，就国际技术公布通机场的跑道破去，落雨喷透明膏有磨破基链的风险。通机场虽然伫疫情期间完成南北2条跑道全面接整建工程，嘛逐工进行地形巡检作业，不过也是不时有跑道出现到封闭整修。航空业者建议，面对极端气候，一旦考虑换新工法。生物混凝土，它会自己去补这个裂缝。我想这个比较先进的技术，当然就说陶机未来也可以去考虑。这维修的频率可能要视跑滑道的状况再去做调整。学者分析，通机场2条跑道伫疫情前已经无够使用，负担量大，个历史较久，比起其他国家，确实爱较热维护。未来若做第3条跑道完成，就当疏解旧跑道的压力，嘛才有可能全面封闭翻修。记者综合报道。有诈骗集团用1天1万块的条件骗少年人来做共犯，新北市警方就抓到一名替诈骗集团领钱过手的嫌犯，甚至佫假意讲爱安怎做才袂去互掠。那台北市也抓到一个是一个护理学校的学生，目前这2个人拢已经向移送法办了。我今天要收多少钱？警方对问罗车手即摆要摕偌济钱，罗车手只好乖乖交代。这目前要升专时的何专生是香港部证券营业员，为台南坐高铁上北，甲做疑似的被害者见面，要提走120万的现金，互警方当场掌到。警方调查被害者50名车诈骗信息，加入投资理财群组，进前已经交70多万，互车手感觉问题了后，报警抓人。当日早上至台南新营的住处出发，搭乘高铁至台北市松山区进行面交取款。下午再至士林区进行面交取款时，遭本所同仁当场查获。借入何专生和诈骗集团1天1万的网络广告金，假做车手，甚至不到金门澎湖等地来提钱。另外，新北市警方也是抓到一个少年查甫车手，警方发现伊有经理的名号，不过伊的机制甲职称无甲他符合。员警察觉有异，上前实施盘查，发现少年随身携带的公司证件与其身份证的讯息不符。少年见无法支援其说，遂向员警坦承为车手。警方发现这车手是50诈骗集团1天1万的网络广告，为南部上北，先替假名片假变装衫去提钱，搁到沙尘堡一个商场便所，甲顶个手的收水手用家嫂做交钱信号，诈骗集团爱伊会记你制造断点，增加警方追查难度，也是被查到依法扣办。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卫福部的统计，这111年12岁到18岁，这少年家就被到4000件性侵害通报案件，其中佫是男女朋友关系，就1400多件占大部分。国检署也要提醒讲，这少年人在约会期间呢，来路不明物件千万唔通乱啉，若阵身体不爽快，就要赶紧离开，保护家己。散步时，甲公婆手牵条条，还是女朋友下大勒起一只骷髅来替伊绑下大，真正足踏心的。其实前进前未少少年男女来到西龙井4岁时，不过伫欢喜出去佚佗的同时，若对着对方无合理的行为，也是要紧，但袂记得爱保护好家己。就拒绝，就是找帮忙。我会闪开。对，就是避免就好，就自己去保护自己。我觉得。
经济会发布统计，111年12至18岁青少年拢总有3998件性侵害通报案件，其中男女朋友关系有7422案，占35.6%第一。过来是前男女朋友关系有728案，第三位是网友关系有436案。郭建树表示，交往约会对青少年来讲是人际关系发展重要的一环，不过也是要有戒心，因为青少年发生的性侵害案件多数是熟识人下手，尤其是为约会场所都要注意。那约会过程也要避免啉来路不明的饮料，还是酒类等。选择这个熟悉的或者是人潮众多的地点，有时候因为性的冲动或怎么样，想要临时改地点，那这个时候可能也要跟家长做一个告知。那如果对方出现这个失控或者是不正当情绪的部分应该勇敢的离开这个危险的现场。郭建树也提醒，就算是较安怎亲密的情侣，也是两个完全无共的个体。伫约会过程，若感觉不爽快，还是对方出现失控行为，一定要尽早离开危险的环境，搁找家庭朋友甲专业人员的帮助，才会当避免陷入危险之中。记者综合报道。蔡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飓风希拉里降级做热带风暴了后，伫墨西哥当地时间20日，登陆下加利福尼亚半岛，向美国的南加州去。这也是这84年来头一届登陆南加州的热带风暴。这个风暴的大风雨也让这个车路淹水，半路吊车造成真侪灾情。淡水淹过道路一直向较低所在流，搁有疑似加速筒的铁桶哪铺哪停。这个风暴希拉里20为墨西哥西部的下加利福尼亚半岛北部登陆，向美国的加州南部行。You can see rainfall increasing this morning across the Los Angeles Basin out into the deserts of southeastern California. You can see some heavier rainfall here down near the center of Hillary that's starting to move northward out of Baja California to the north and will be moving into Southern California over the next 18 to 24 hours. 虽然希拉里的威力在过去48点钟一直在减弱，不过光风暴雨和当地的街路灌水淹过车链的一半，搁有真侪车伫路中吊车，要用道路救援把车辆拖走。这嘛是加州84档来头一届有热带风暴登陆，美国飓风中心预估，热带风暴的风雨有可能造成淹水、土石流甲加利风灾灾难，会影响到美国西南部大部分的地区。We continue to b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potential for life-threatening flash flooding, potentially catastrophic impacts, especially here in this purple area. You see where we have a high risk of flash flooding. That's in the areas of the deserts and the mountains of Southern California. There have been some targeted evacuation orders given in portions of Southern California. Please follow those. 过去加州总理权的一年降雨量差不多是116毫米，不过这个热带风暴如果会伫短时间内底提当地落150到254毫米的雨量。暂时南加州的洛杉矶市长已经要求民众踮伫厝内，表示市府已经做好防范遭大水的准备。还有一寡官员要求疏散居民。不过加州亨廷顿海堡煞有真侪介意冲泳的人享受海边的大泳。公司新闻台是董朋友。美韩两国正在进行夏季的例行演习，对峙一开始按算会到月底。这届呢，美军是头一届甲拄成立的太空军加入演习，目的就是要防止北韩的网络入侵。才拄好伫咧演习进前呢，南韩负责电脑编辑推演的包厢，就遭受到北韩的骇客攻击。驻韩甲驻日的美军，逐年拢会甲韩国、辽海军三军进行联合演习。演习的名称嘛，经过几多改变更。前总统川普时代为了安抚北韩，避免核武危机，原来的一支自由卫士演习捌停办。所来新冠疫情，这次演习的规模大幅度求水。拜登任内由2022年开始改名一支自由之盾。根据联合国宪章，以韩国国军加驻韩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司令部，也有10外个国家是会员。按照美国的讲法，这届除了美韩两国以外，也有英国、法国等部分北约的会员国，也有纽俄、泰国甲菲律宾这亚太盟国参与。同时，美军原来有新成员加入2023年度的演习行列。Since last UFS, one of the changes that we do have now is a space force. How do we incorporate multi-domain operations? You have the space component, you have the land component, air, sea, cyber, and the cognitive domains.
外电报道指出，就伫演习上场进前，负责预演电脑的韩国包商，好亲像去互北韩用钓鱼邮件这方法的骇客攻击。除了可疑的骇客攻击，北韩针对美国主导的联合演习，第2日同一天发布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北韩海军试射飞弹的消息。飞弹号名叫金星3号，根据北韩官方公布的相片，也甲总部设伫美国智库北纬38度线。伫2014年的情报分析，做发射平台的军舰是2013年上市北韩海军上新型的南普级护卫舰。但是发射的飞弹可能是改造俄罗斯 KH-35反舰飞弹，射程甲威力相当是美国的鱼车飞弹。飞弹试射日期，北韩官方媒体并无说明。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台湾的友邦瓜地马拉礼拜进行总统大选第2轮选举，政治党的候选人阿雷巴诺表出线，摕到不到6成的选票，赢过第2名的前第一夫人托瑞斯。加做瓜地马拉的总统，这阿雷巴诺当选了后，伊就随表示，伊会照拼照行，未辜负选民的期待。人机啊，各叫各跳，群众是真欢喜。台湾友邦瓜地马拉办事举办总统大选2轮投票，前总统的后生，民主党候选人阿雷巴诺大逆转，提58%的得票率，大领先前第一夫人得票率37%的托瑞斯，加做瓜地马拉12年来第一回组合总统。Esta victoria es del pueblo de Guatemala y ahora unidos.Como pueblo de Guatemala, lucharemos contra la corrupción. 64岁阿雷巴诺是社会学家，捌做过外交部处长，佮到台湾访问过。不过阿雷巴诺选前主张扩大甲中国经贸关系，同时佮表示无要改变台湾甲瓜地马拉的邦交。伊第1轮竞选时阵，无人看好情形之下，以第1关票进入决选，真礼貌叫做全国焦点。不过也引起其他政党质疑选举问题，反而佮暂停伊的决选资格，不过后来恢复资格，佮继续大拍反贪腐牌，得到选民特别是少年人欢迎，最后以超级500的态势胜选。Me da una alegría por las generaciones que vienen, para que puedan tener un mejor futuro. 瓜地马拉选举机构佮指出，2早决选的投票率高达44%，创历史新高。败选的托瑞斯临时取消记者会，到结果进前依然无发表讲话。阿雷巴诺要伫明年1月上任接替立场偏右的贾迈代。贾迈代执政期间，政府贪腐不容易举，未少反贪甲异议人士遭到打压或者是流亡。阿雷巴诺承诺要互这为正义斗争的人士回国。另外，伊上台了后，除了铲除贪腐，还佮解决国内近10年来散车款牛治安败坏，这个真大难题。公司新闻邱焕明编译。前 NCC 专委交建中等5个人，伫2011年引起到玉山路营，说因为伫遐煮物件引起森林火灾，烧超过79公顷的林地。南投地方法院10月宣判，这交建中和另外4名山友，hom判窃取森林主产物罪、含熄火烧毁这国家森林罪。hom判刑2个月到6个月不等的徒刑。不过检方是不服这款的判决，会搁再上诉。2021年5月，玉山国家公园发生森林大火，前后用12天才控制火势，也不过已经造成超过79公顷的林木风烧毁。大火是因为前 NCC 专委交建中甲4个山友伫玉山北通关道馆野地行火所造成的。南投地院经过审理，认定5个人有罪。仍有通报相关单位去处理，那森林也具有一定的恢复可能性，这样子啦。毕竟还是跟大规模的去窃取森林主产物，或者是一些山老鼠去窃取森林主产物的情节有别南投地院就刑事判决，交建中偷摕森林主产物罪判刑6个月，并扣60万罚金；那销毁销毁国家森林罪判刑6个月，会当换扣罚金。另外4个人也以同款2罪判刑，也不过检方对法官减轻期刑表示不服，将会上诉。交建中是透过律师画完案。不至那个南投地院原审
认定的说是因为引火延着啦，并没有要跟其他人共同去偷窃那个真理主产物啦。律师表示，交警中对引起森林大火感觉失礼，不过对鉴定报告未当接受。会阁上诉，那林业署尊重一审判决。另外，针对救灾成本加对生态系破坏的部分，民事要求2亿8800万由原来进行。在这样稳定的状态之下，一旦被这一次的玉山大火这样子的那个破坏之后，它要恢复，其实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依照相关规定，执行停权3年的处分。有关处表示，当地属于中高海拔，原本林上以两叶松甲铁杉等树种为主，虽然渐渐发出新叶啊，不过对生态系影响真大。林上恢复至少要10多年的时间，冲击真歹估计。记者综合报道。吉人大埔仑沙埔一天就有3个人溺水死亡意外，市政府宣布沙埔先封锁1礼拜，进行安全措施改善。今日举行记者会，宣布重新开放。市政府也强调会甲警戒线游到离岸边55公尺，即海内面也有救生艇巡逻。这游客若准口渴唔听食，走出去警戒线外口，也甲这民族会罚甲正重。基隆大埔仑海山埔进前发生溺水事件，造成一天3人不幸死亡。基隆市政府伫封大埔仑海山埔甲条件公园保育区1礼拜，检讨相关安全甲救援措施了后，市府1意宣布重新开放大埔仑的海山埔。夏日的这个满潮的这个水域是大概是90米左右，那现在呢是55米。我们的这个警示线拉伸延伸至左右两边，呈现一个 M 字形，那为求呢水域上面的一个安全。市府表示，大埔仑海山埔配合水上救生执勤时间，平常是12点到20点开放山埔。条件公园保育区最后是伫早起7点开放，拢开放到暗时6点为止。现场除了增加提醒告示，更增加救护量能，派出救生船伫海上巡逻。民众的警示线这个缩短到安全的警示的范围。那我们在救生员的部分也加强了人力跟现场的监控。必须听从我们现场工作人员还有救生艇上面的消防人员的指示尽速返回到安全区域来做一个水域活动避免发生意外。市府强调，伫大埔仑海山埔算做游客，若无听从指示，家己超过警戒线，相当会罚5万。条件公园保育区部分，创作人也是越界，相当会罚50万。记者综合报道。日本自民党青年局访问团来到台湾，今仔日是拜会3党的总统参选人。民进党的赖清德是希望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也那中国国民党的夏友基是希望进一步累积台日友好。另外，民众党的郭文哲是期待改变台湾的政治文化。伊爱出第2副总统，也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的赖清德，离接近日本执政党自民党青年局访团，意思是唔那讲到互相人民感情愈来愈密切，也强调台日目标一直创新权，唔望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那更重要的是要共同合作，维护印太的和平跟稳定，那么带给这个区域的国家。还有全世界都能够繁荣发展。同款会见自民党青年局访团的，也有新北市长，也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的侯友宜。这是检发基础地势丰收有余的青年团队。侯友宜送金属的丰收友谊访团，双方讲到青创甲防灾议题。侯友宜强调，新北市甲日本有长久和良好的交流，唔望进一步步是累积台日友好。我们新北市的青年局能够跟自民党的青年局延续良好的一个互动，希望台日关系不断的紧密，我们台日的友谊能够深化。自民党青年局长林木宪和送予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日本传统动员建议，访团成员也特别表演一个郭文哲是讲到政治理念。我把选举当作是一个改变文化的社会运动，你知道吗？那当然，这也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用改变政治文化当作诉求的选举。
即摆日本自民党青年局海外研修团超过60人访台，领团的林务宪和强调，台日关系是真正的友谊，台海局势关系日本甲国际社会整体的和平稳定。访团有计23访问北流，民进党立委何志伟、民众党立委邱成远的共同前往台日国会议员美联手边外交。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同性婚姻的专法伫咧2019年施行，今年初搁再扩大认定这国际同婚，适用新规定的日本市议员查考情况，进前伫咧台湾含义的同性经判老龄军登记结婚，成做日本头一位以同志身份结婚的政治人物。老龄军表示讲，希望因两个人的故事会当鼓励大家，也希望日本会当参考台湾完成同性婚姻法制化。电新闻前后壁配偶栏因同性判离日本爱知县高滨市议员采考情款的名，带日本的学者老龄军讲，到即嘛也感觉不是真的。因为同性恋没有想过自己可以结婚的，就觉得啦，就是我的家乡没有把我抛弃的。我讲的很多次这句话，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台湾同婚法2019年实施了后，今年初搁再扩大承认跨国同婚，恋爱2年外的老龄军甲采考情款。8月11日，伫台北登记结婚，高受到总統蔡英文的賀電祝福，也互采考成為日本頭一個以同志身份結婚的政治人物。思い切って出す勇気を与えられました。勇敢向选民公开介绍老龄军，本来是卡车司机的采考，今年4月头一届参选，一路真侪反对声音，不过双方扶持努力，采考到尾也顺利当选。日本政府也未承认同婚，不过因两人伫高滨市成功推出同性伴侣宣誓制度，虽然敢若伫这个城市适用，而且无法律效率，不过老龄军甲采考希望用因的故事，会当鼓励真侪同性伴侣，也当互日本学习台湾。我希望可以告诉日本朋友，台湾同性婚姻成立之后，没有人变得不幸福，大家都变得更幸福，已经在台湾得到验证了。4年以来，有人结婚，也有人离婚，但是我们有选择了。台湾这边有一些相关的行动，日本这边也受到一些鼓舞。台湾跟中国的同性伴侣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登记结婚，这个人数其实也不少，而且蛮多的伴侣都已经有家庭有小孩。台湾跨国同婚制度也有需要加强的，亲像中国籍的民众无适用，另外包括泰国、印尼、越南、柬埔寨、菲律宾等19个国家人民，需要先通过面谈，才当来台湾甲台湾伴侣结婚，互伴侣民呼吁政府伫基本人权进程无应该有差别待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全台湾的这分数上介悬的大学，就是台湾大学咯。所以就真侪这店家广告社区，拢会用台大来号名。最近有社区收到公文，讲这台大要求因爱甲这社区名称内面台大这2个字摕掉，若准无摕者，就会侵害到学校的商标权。一个建汉要请大家眼光，都有一个响亮的名。不过，伫台北市罗斯福路的这个学校主体，最近就因为伊的名有台大，就向学校发函要求移除台大字样。应该比较开放一点，因为它可能就是这个区域啊，人家就说看到这个名字，最起码他知道离台大这个区域比较近。个人认为建汉的名是方便大家会记哩，或者是乡镇附近地标尔。也有人认为，若学校有商标权，确实应指定权益要除摕掉。以北台湾来看，不止台北市，伫新北、宜兰、桃园、甲新竹，拢看到台大2个字相关的建案。第一个是它的知名度高，可能感觉上可以提升这个建案它的这个质感的这样子的感觉。它如果说可以绑上这个地名的话呢，也可以表示说我这个建案的所在地就在什么地方。当然也是提醒，就是如果说是侵害这个商标权的话呢，还是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法规需要来做一些厘清。除了名校地标以外，还有一寡会用同音的字，互建案的名更较好记。这种做法已经有真侪年，所以较少发生因为名字被检举的情形。不过也确实会显示商标权的重要性。学校回应，台大有注明商标，无论任何类别，拢无应该伫无经过同意的情形之下来使用。所以未来新建案可能爱阁想其他的号名方式，才能避免争议。记者综合报道。
极端气候伫咧变化，英国做的设备敢已经无对着时代无度符合这款气候咧。也若讲到这顶礼拜高雄因为大水雨，地区真济所在拢伫咧淹水，其中我近丁青湖也就是大庇湖这几个路口呢，这路段是变甲真严重。市政府是认为讲这雨落了伤过大，超过排水设计的量。不过民意代表是认为这大庇湖已经1年多不去清，这互这水全部拢填出来。但水是背回讲，这设备过样，不过引起测这数单拢是正常的。针对这款的讲法，民意代表是无法度接受。机车倒伫水内底，高雄17因为大雨造成真侪所在淹水，其中以大庇湖附近的本馆路上严重。虽然市府认为淹水是因为雨量超过排水设计量，但有民代将淹水的原因指向大庇湖已经550天无清理土刷，才会造成水位超标溢出来。澄清湖的有效容量水位呢为17.8公尺，由于长达550天没有清淤，蓄水量呢减少。所以8月17号呢，当日早上7点呢，大雨一来，水位竟高达到17.93公尺。南水局网站迄天透早7点，大庇湖水位是超标的17.93公尺，后来佫改成比满水位加17.25公尺。后民代怀疑资料封盖过，台水公司回应大庇湖今年到5月已经清出12万立方公尺的土砂，主要资料是因为设备故障造成。当天是有雷击。所以导致我们这个异味剂有故障。那经过我们人工量测，当天的这个最高水位大概也只介于17.4到17.5中间而已，所以也没有到达这个溢流水位。那个时候呢，雨已经停了，该溢流的水也流出去了，那当然会测到安全的水位。台水的讲法，民代无啥相信，认为将超标撒互设备故障伤离谱。而且虽然落几啊天的雨，日一透早大庇湖水位犹原无悬，部分沙洲现出来。民代指大庇湖目前土砂积了也是真严重，呼吁台水赶紧处理，嘛希望市府厘清真相，互市民一个交代。记者陈环武、柯正俊高雄报道。为了要解决这本色问题，云林县政府2020年引进零废弃资源化系统，把本色一寡废弃物转换做燃料，希望会当代替青土炭。不过业者是伫咧讲，这计数伤过悬，无度普遍。县政府也希望中央修法定出奖励办法。把本色送入去零废弃资源化系统，转做衍生燃料，也就是咱一般咧讲的燃料棒。会当取代过去的土炭，加做围炉燃料参配使用。为了解决云林县的本色危机，县府2020年就引进这套系统。不过，即马嘛拄到燃料棒库存伤济的问题。目前呢，云林县确实我们在垃圾转成 SRF 那一天大概是150吨的一个 SRF 的一个产生量哈。那现在的话，我们堆置大概1万多吨哈。那主要就是我们塑化公司这边只有一套的设备好来进行操作哈。环保局表示，云林县府的衍生燃料棒以有价方式卖予厂商，不过因为价销高、销量受限制，嘛影响到零废弃资源化系统无法度全力运转。希望中央会当针对运用衍生燃料、再生能源，订定相关的奖励办法。六星这边火烧是添加已经到5% 了，那它要再添加到10%。好，甚至到20%，它有一些法律上面的限制啊，所以目前我们也针对添加到20%，我们也请中央这边来进行修法哈。环保局表示，中央定出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不过目前也未针对减碳后一提出进度。真侪厂商保持观察的态度，无愿意投资改善设备。如果年底6轻会阁增加机组烧土燃料棒的库存，希望中央机关会当协助订定相关的法令规范，推广废弃物资源化。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这个绿岛的粪扫拢爱用海运的方式运登到台湾处理，其中塑胶粪扫大部分拢是游客买凉水产生的。这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就和一个外国人合作，有设一个工坊，要把这回收的塑胶容器变作是生活用品再利用，减少塑胶粪扫。东管处今年5月伫绿岛成立的塑胶容器工作坊，并阮1礼拜回收社区甲店头50多公斤的塑胶管啊，这容器伫工作坊形式，佮加制作无同设计的标化状，佮透过热处理产生有色彩，一条一条也是背面形状，佮做成花卡、衫巾，也是刀啊、椅啊，会当可利用的生活用品。跟木头板凳一样吗？相差差不多。
因为列岛今年平均有40多万人次游客，佮加上当地4000多位居民，使用的塑胶容器一年都有155万外吨，造成粪扫处理的压力。台湾自这几年拢咧推动列岛减塑，今年就甲委托一位处理塑胶佮利用有经验的外国人，设立减塑循环工作站，也可当处理塑胶管仔外口的包装纸，进入去塑胶管仔内底，也可当作为建筑用的基础材料，避免流入海洋，保护海洋生物。因为很多动物来海边的动物，他们看到这个，他们要吃。我们希望未来呢，可以有媒合到一些商家，可以使用我们的一个清洁的塑胶垃圾，甚至我们用这个垃圾做成的塑胶粒，可以把它产生成一些商品，然后来开创我们的一个循环的一个商机。但管处强调，成立这个工作坊是鼓励大家使用塑胶，是向民众宣导唔通乱抌塑胶空管仔，造成环境污染。同时，伫岛上也提供免费的环保杯，鼓励游客到岛上减少买管仔装的饮料，达到减塑目的。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鼓励音乐创作者创作新的台语囡仔歌，公司台语台举办咱的歌台语囡仔歌创作评选，邀请金曲制作人来做评审，这得奖有奖金，阁会当出唱片，希望创作出全部原新的一个原创囡仔歌。这首歌的名就号做《一两三来唱歌》，是新创作的台语囡仔歌。为着要让台语的囡仔歌有新的活水入来，公司台语台要举办咱的歌台语囡仔歌创作评选的活动，希望有更较侪囡仔会当对音乐当中熟悉台语。上重要的，就是咱要再会当做新的歌，唔是干那古早迄款新的歌，因为新的囡仔听的新的歌，因甲咱实在无啥共款。这届的台语囡仔歌评选活动特别邀请3位金曲创作人来做评审，伊嘛建议参赛者爱行入市场，用日常的对话写出洗脑的台语囡仔歌。阮有3个制作人嘛，吼，对，所以讲因拢代表不同无共的制作的方向。因为囡仔即马因较早熟，因听的物件比咱少年时阵制作多。所以就是我会当去做一寡无共的曲风，互因感觉这歌有趣味安尼。今年开始第4年份就是讲正式进入公开评选，扩大和社会各界拢会当来参与，这台湾囡仔歌。希望这台湾囡仔评选了，阮会当变成固定时间拢会当办评选。台语的囡仔歌唱来唱去拢是迄几条，毋是张张筒啊，就是天乌乌。公司台语台希望创作者同齐来做新的囡仔歌，加入新的元素，互更较侪囡仔会当轻轻松松唱出咱的母语歌。记者综合报道。嘉义中部伫咧1983年起5峰纪念园，2010年互县政府收登去管理了后，这13年来对外招商拢无顺利。这个所在一直坑咧远到大，为着要活化这个所在，相关单位按三要甲内面的旧建筑物拆掉，征收做公园，再搁做对外招商。旧有旧臭的建筑，草啊拢已经发甲互原本的路拢看袂到啊。嘉义县中部乡的5峰纪念园荒废13档了后，即马准备要来征收，地方的民众是真期待。若有人个人要来招标，迄是足好，一定会带动地方大家嘛欢迎啊。伫5峰庙边仔的5峰纪念园，2010年互县政府收登去管理，虽然有要找厂商来委托经营，不过因为内底征收需要真侪钱，所以到当一直找无人愿意接手。县政府即马要先整理内底的环境，活化这个所在。先做拆除的工作，拆除完了之后，再后续的把里面的东西整理一下，希望能够让民众能够来利用这个空间。那我们预定在11月的时候就可以来拆除完毕。无你内底嘛咧横条，做公路人去为落去，有人管理啊。民政处表示，初期会先规划做公园，互民众来使用，未来嘛会搁找有意愿经营的厂商。附近的店家讲，这4公顷外的园区，也是阿里山山脚真热门的观光景点，希望会当好好规划，带动附近观光甲产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南的关庙面有影有够好食，这旧历7月就是台南关庙面的大月，不过已经是落雨落连续2礼拜，已经造成这出货上界大影响咯。是因为讲这做面过程上界关键就是爱将面拍好大，加在这2天南部有出日头，才会员工呢就赶紧加班，甲伊赶出货。
咧溜面的人骹手真溜咧，先对后，才搁甲放伫咧柑仔顶，落尾一半一半的柑仔，才搁塞出去外口的铁架，要互面伫咧日头骹拍打，这就是做关庙面的制作流程。会互面食起来较 Q 较香。这2礼拜天气无稳定，定落雨，煞延着制面的时间，甚至影响市城的出货量。关庙区农会表示，伫爱趁好天的时赶工。员工假日该加班，因要赶伫咧中元节进前出货。影响当然很大，因为我们农会的面就是标榜的就是纯日照，那只要是下雨天就没办法制作。像这个这2个礼拜来连续下了足足2个礼拜，2个礼拜都完全没办法生产。旧年7月是面厂的大月，因为真侪人会买面来做贡品，不过天气变化无法度控制，上惊咧拍的时面淋着雨，全部就乌有去。在地业者用温室的概念打造日头间，靠日头的烧力甲面拍打，嘛解决拍面未腐朽的问题。你讲天气影响袂是加减拢有啦，因为你落雨就无日头啊嘛。只是阮阳光屋伊有若开起来，伊就有伊的热能啊。寒伤寒，热伤热，全世界拢面对气候危机的考验。台南关庙区农会讲，气候影响整个做面的时间，目前因也未想出好的解决方法。记者咧新闻台南采访报道。因为为所为火山爆发造成意大利邦北古城消失去，这几年也开始挖出电轨喷喷。最近有挖到罗马时期一间别庄内面的房间，考古学家也判断讲，这正有可能是管理落地这款角色的房间。澎北考古园区的专家伫遗址现场介绍文物，就是上新出土的落地房间。考古团队应用19世纪的石膏灌进法，将现遗址甲遗骸的原貌，包含层甲碳的凹痕，弄清清楚楚。La possibilità di realizzare dei calchi, cioè di riempire i vuoti lasciati nella cinerite, nello strato di cenere dell'eruzione del Vesuvio con gesso ha consentito qua di ottenere quasi una specie di fotografia di un ambiente abitato molto probabilmente da servi, da schiavi. 新出土的落地房间遗址伫澎北城北边600公尺的朱利安那城一个纵横别庄内底。房间有2个面层，其中一个面层有装珠啊，专家研判应该是管理落地人的。房间内底还有2几啊，甲有耳仔的醋灰啊、管啊、甲釉灰啊、腰低头这金属物件。房间内底无锁头，或者是锁链的物件，显示迄时阵用其他方式控制落地的自由。涂骹还有3只鸟鼠的遗骸，这是考古学家伫同一地点挖出的第2间落地房间。2011年出土的房间有3个面层，同时要错灰啊这物件。专家为2个房间的物件来分析，迄时阵落地房也兼做自动性。意大利文物部的专家指出，这遗址文物的细节透露，迄时阵社会底层族群的生活并不稳定，而且卫生条件也无好。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5度到34度，苗栗到昆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澎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1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
咱生活中什么代志会当用文讲笑来描呢？头前两个拢是做神呢，啊，第三个是做人的。地理老师，地理无教着。子啊，你感觉咧？子啊，我拢直直讲话，你拢把我插啦。边中的边啊！大学呢？拜二甲拜三暗时8点，收看公司台语台，专家有智慧。你永远都学袂晓海鸥的方法。你要去海鸥学校？我是海鸥啊！呵呵，你则唔是。帝国古你的身躯，流了又搁细只石鼓，你是一只乌龟。不过我是海鸥饲大的。你连徛都徛袂知。那袂甲阮做伙？有机会才讲啦。卖丢毒啊，紧来！哇！耶！我唔敢相信。阮会一大阵做伙飞。哎，大家看我！乌云应该踮伫扬州的另外一边。你讲的什么话？伊是你的后生。大家一定问我是安怎还阁踮伫遮？不过恁是我的亲人。因为伊是乌云该欺负，好啊啦！有当初人会认为家己无属于遮，你也相信家己，阿曼。哇吼！你看咧，有够赞的，我尊敬你。作为一个台湾人，咱会使袂晓坐巴士环岛出发。为什么这次今天这个车要忝？咁咪上简单。一定要甲做好啊，保护好，交后一手。但姐，这是我今日要做的代志。我改啊啦，有事坐巴士。我嘛是爱去完成任务啦，啊无要安怎？恁还有一个任务还未完成。天气有够烧热，来一后冰水实在有够爽快。啥？有人讲啉冰水会变大颗，这款讲法敢真正有影？有钱人啊，你若变安尼？你敢讲你唔知影？这伤大颗会用抬蛋斩哦！小丽啊，你是咧讲啥？上届趣味的科学知识，锁定台语台，逐礼拜四下晡5点半，可能性调查室。公司台语台好戏老高真无彩。不想生小孩啊，不结婚，顺其自然啊。礼拜日暗时8点，淑女养生记。家里有工作哦。啊，当秘书是能够升官哦。哎呦，有意外啊，有个对我万谈。礼拜日暗时6点，上水的规律。是讲对我来讲残疾。作为一个台湾人，咱会使袂晓坐巴士环岛。8月25开始，拜五暗时10点，无事坐巴士，后班车坐个你。专家有地位第6季要来啊哦8月28开始，拜1甲拜3暗时8点，专家有地位，专心一季。再先哭，安尼敢会输？上精彩的节目，拢伫